今次嘅旅行係我去日本轉過最多次交通工具先去到目的地嘅一次。為咗有多啲時間玩，我哋坐紅眼機由香港飛往東京羽田機場，然後轉機往福岡。後尾諗返覺得自己蠢咗啊，應該轉機去大分空港會更加近。本身諗住搭巴士直接由福岡機場前往由布院啦，但係喺出發前4日想預約巴士嘅時候已經冇晒位啦。我哋唯有慢慢搭鐵去由布院啦。最終我哋呢趟旅程由福岡機場開始計，總共轉咗3次車啊，花咗3個幾鐘頭先去到由布院。由於估計唔到由福岡空港到由布院所需要嘅時間，所以我都冇乜特別計劃嚟到由布院要行幾耐。嚟到由布院嘅時候已經係下午1點幾啦，而我一早預約咗旅館嘅接送服務，所以有大概3個鐘頭嘅時間可以喺車站附近閒逛。行之前，我哋先去遊客中心寄存個篋先。遊覽由布院有唔同嘅方式，可以坐馬車、人力車或者用自己對腳。我覺得靠自己對腳最配合呢度悠閒嘅氣氛。我哋由車站出發，沿住湯之平街道行，沿途有形形色色嘅小食店同埋手信店。我哋呢日嘅午餐就係靠呢條街嘅小食店解決㗎啦。買咗個季節限定嘅朱古力布甸同埋人氣 No.1 嘅芝士蛋糕。要咗一個金牌炸肉餅，好似好熱咁。我哋試咗由布院比較出名嘅芝士蛋糕、炸肉排同埋燒牛肉串，仲飲咗杯金酒添。喺呢幾款小食之中，我最中意就係芝士蛋糕，佢嘅流心好滑，芝士味都好香濃。湯之平街道中間有一個位叫做花卉村，係一條模仿英式村莊興建嘅街道。呢個籠入邊好似已經冇晒嘢，冇晒動物。唔係喎，有喎。呢個位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度有活生生嘅動物，例如山羊啊、貓頭鷹啊咁，可以俾遊客付費餵食同埋付費影相。花卉村嘅環境比較狹窄，擠滿咗遊客。雖然有唔少打卡位，但係要影張靚相一啲都唔容易啊！呢條村入邊有幾間以售賣動漫周邊產品為主題嘅店鋪，所講嘅動漫都唔係最新嘅作品，反而係有啲時代感嘅作品，例如飄零燕啊、龍貓、魔女宅急便等等。湯之平街道上面仲有其他卡通人物嘅專賣店，例如呢間好大嘅 Snoopy 專門店，同埋另一間我冇影低嘅 Miffy 烘焙店。沿住湯之平街道一路行到盡頭，就係由布院比較著名嘅景點之一金輪湖啦。網上資料話金輪湖最靚係喺清晨時分有霧氣縈繞嘅時候，可惜我清晨時分係唔會嚟到金輪湖嘅。不過好彩喺下午有金黃嘅日光映照湖面，
景色都唔錯。行完金輪湖之後，我哋就返去由步院車站坐旅館安排嘅接駁車去旅館啦。旅館開箱留返片尾，有興趣嘅朋友記住睇埋落去。由於第二日景點同景點之間嘅距離較遠，所以我喺網上旅遊平台預約咗包車代步。呢日嘅第一站係富貴寺。富貴寺附近冇公共交通嘅，要嚟呢度一係就搭的士，一係就自駕，又或者好似我哋咁包車。富貴寺大堂始建於8世紀，係現存九州最古老嘅木造建築，亦被指定為日本國寶同埋史蹟。雖然係日本一座重要嘅佛教建築物，但係富貴寺唔係佔地甚廣嗰種，所以我哋都唔係逗留咗好耐。離開富貴寺之後，我哋去咗深耶馬溪。耶馬溪係日本3大賞楓勝地之一，可惜我哋嚟嘅時候紅葉已經落晒嘞。嚟到深耶馬溪，我哋直接就行去一目百景展望台。喺呢個位可以一覽群懸山、飛之巢山、長圓山、夫婦岩、壓金長峰、烏帽岩、仙人岩、海防嶺8個岩峰嘅全景。啲葉落晒嘞。但係展望台上面只係指出咗飛之巢山、夫婦岩同埋群懸山3個位置，其他岩峰就冇相關嘅介紹啦。有紅葉嘅時候應該係咁嘅樣嘅。睇完深耶馬溪，我哋向九重夢大吊橋進發。到達吊橋之前，我哋先喺九聚溪旁邊嘅桂茶屋食午飯。呢間餐廳最著名嘅食物係燒魚同埋地雞天婦羅。我哋叫咗煮地雞烏冬、牛蒡天婦羅蕎麥麵同埋燒魚。燒魚係即叫即燒嘅，雖然味道普通，但係勝在夠平。2個人都只係食咗2000幾日圓啫。包車司機話俾我哋聽，餐廳旁邊仲有一條瀑布叫做天狗瀑布，有好多人喺度許願㗎。瀑布嘅旁邊掛滿用嚟許願嘅繪馬。九重夢大吊橋係日本最高嘅步行者專用吊橋，除咗以高度著名之外，呢條吊橋仲係由市民自資興建嘅，冇任何政府資助。
喺橋上面行走嘅時候，係會感覺到條吊橋輕微搖擺。企喺橋嘅中間位，可以見到日本白水明瀑嘅瀑布紅瀑，同埋另一條瀑布黐瀑。右邊嘅係紅瀑，左邊嘅係黐瀑。喺吊橋嘅另一邊有一個頹頹地嘅展望台。正所謂欲窮千里目，俾多100 yen。我當時身上面冇錢，所以就冇進入到展望台啦。其實唔上展望台都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條吊橋嘅，所以呢100 yen 真係冇需要俾嘅。睇完九重夢大吊橋，我哋喺由布院嘅行程亦都完結啦。片頭都講過，我哋嚟由布院嘅時候車程非常轉折，但係估唔到走嘅時候好順利喎。本身諗住搭鐵返福岡空港啦，點知車站職員同我講，我想搭嗰班車延誤，建議我去搭巴士，平啲又快啲。我之前喺網上面睇又話賣晒嘅，但係唔知點解現場又有位喎。Anyway， 我哋就係咁完結咗呢次嘅快閃旅行啦。嚟到旅館開箱嘅環節啦。今次我哋住嘅旅館係獲得米芝蓮2星躍嘅 Anoa Ufui， 一間提供一博二食嘅溫泉旅館。呢間溫泉旅館所有嘅房間都有私人風呂嘅。左邊就係我哋住嘅房間所在嘅2層高飯店樓棟。呢棟建築物入邊總共有9間房，而右邊嘅小路應該就係行上獨立別墅同埋豪華套房嘅路啦。呢間旅館用咗大量嘅木材同埋石材裝飾，無論喺室外定室內，都俾到人一種好貼近大自然嘅感覺。呢間就係我哋今次住嘅房啦。呢塊係一塊鏡嚟嘅。好，睇下個廁所先，好正常嘅一個廁所。呢度仲有啲梳啊、棉花棒啊、剃鬚刀啊呢啲工具。原本以為有嘅護膚品，原來只係得番梘啫。跟住睇下沖涼嘅地方啦。都係用同一個牌子嘅沖涼梘液洗頭水。出邊仲有個溫泉。唔知點樣開嘅，唔緊要，一間再開。喺呢度都可以出去。有糖食啊！
雪櫃，上面有 complimentary 嘅雪糕，下面有啤酒同埋果汁，都係免費嘅。仲有啲茶包啊、capsule 啊、咖啡機、茶壺，呢度應該就係啲杯杯碟碟啦。最後睇埋個衣櫃，個篋就幫我擺咗入嚟啦。有睡衣，有着出去嘅褸，有喺房入邊着嘅衫。開咗道門咯！都唔算好熱。望住呢個景浸溫泉，正啊！我哋間房對出係一條有人行嘅路，雖然外面景色係幾靚嘅，但係都好難開住窗簾浸溫泉，有啲可惜啊！講開溫泉，呢度嘅溫泉水聞落冇乜硫磺味，浸落亦都唔係好滑，係成間酒店美中不足嘅地方。食肆都係溫泉旅館好重要嘅一環。Enowa 只有一間餐廳，早晚餐都係喺度享用㗎啦。餐廳提供西日 fusion 菜，大廚秉承住 farm to table 嘅原則，喺各個菜式中運用大量當地農場種植嘅蔬果。每日嘅餐單就係由農場決定，農場有乜嘢蔬果靚就煮乜嘢。喺呢度食咗4餐，除咗2朝嘅早餐都有同一口味嘅乳酪同埋果碗之外，其餘嘅菜式冇一項重複過啊！
咁快我哋嘅快閃旅程就完結啦。See you。